來講，各項特別條例行政院版本底是提出1.25條，不過立法院通過是敢通過7800億。在野太監規模，這就引起議論。也佇咧今日下晡有68個民間團體因招民眾上街頭，譴責在野封殺國防自主，因支持總統賴清德提出第2擺國防特別條例。大華口號化為真和平愛國防，遊行隊伍真長，對立法院在野三讀上月個月委座通過7800億國防特別條例，引起民眾議論。有68民團號召民眾行上街路，展現守護家園決心，譴責國民黨加民眾黨封殺台灣強化國防的機會。看到了就是像俄烏戰爭的歷史，還有美伊戰爭的歷史。你有自主的國防實力，那你就有守衛自己的一個可能。我是很不想站出來，可是非站出來不可。既然我沒有辦法用手表達意見，我是說投票去罷免他們，那我用腳可以吧？在野三檢有算規模，對着打造台灣之盾，強行無度形成完整戰力。黑市專家陳安生就出面警示，台灣國防長防白卡白手。上較重要的，會當甲共產黨解放軍拍咱的飛彈，攏會當甲伊攔截掉，而這個技術甲產能攏甲咱害了。遊行群眾支持總統賴清德提出第2擺國防特別條例，只不過現場無看到民進黨的高層也是公職參加。國民黨立委王曉玲講支持國防自主，楊國絕對袂予甲民進黨友好人士甲企業趁機會倒空。一些國防自主的產業就看起來都是由綠油的團隊啊，那基本上也不具有這樣的一個專業能力，所以對於國防自主的部分，我認為說我們支持，但是應該要嚴格審查。誰在削弱保護我們孩子跟家人的安全的那樣的政黨，國人應該要醒過來，用我們的民主的方式淘汰這些禍國殃民的做法。原來美國對台灣140億美金的軍事購買，美國總統川普也未做出決定，不過傳出可能暫停。民進黨主席吳國昌對此表示遺憾。那只不過我們一直等，那等不到美方那邊任何公開的宣示，那只有私底下告訴我們說，第2批軍售沒有問題，那請我們放到軍購特別條例裡面。對這個軍事購買案若是發生變化，是不是影響台美的關係？吳國昌講，希望雙方關係敢若想搬就雙款堅定，不過政府必須要求美方講清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